我在内湾老街附近发现了一条小秘境，沿着这条秘境进来探险，竟然是跟老街完全不同的欧式风情。而在这里恬静的空间当中，时间好像静止了一般，让旅人可以好好静下心来，忘却烦恼，沉淀心情咯。下过雨之后的内湾山城呢，让人家有一种像是来到小奥地利的感觉。特别是今天在这个木造的建筑里面，有一些古董家具啊，前面还有一些漫画。不一样的旅人应该都可以来到这边，找到一个自己很自在的角落。可是我听说这边有一个是结合了法式餐点跟客家的特色在里面的一个特色餐点。等一下我一定要好好来品尝看看。你是不是也感受到了异国浪漫的乡村氛围呢？下次可以来找一本好书，在这边待一个下午。但是这里不只是风景宜人哦，餐点上更是讲究，完全不输给正统的欧式餐点呢。哇，所以这个里面有包吉酱哦。哎，就吉酱。哦。好，我来吃吃看这个哦，三明治。三明治对不对？三明治，一口咬好多层哦，好奢华哦。好，我该如何吃呢？有客人来到是整口咬下去哦，真的吗？整个拿起来。这个鸡酱的味道非常的鲜明哎，没错。但是加这油葱酥好赞哦，没想到这个。三明治肉鸡酱冻干味哎，没错，香香香哎，咸甜咸甜的。那我觉得最棒的就是这样子，可以让更多人接受。没错，透过一点点点缀式的客家味道，跟人家讲这里的风情这样。因为刚才来到这里的时候啊，包括这边我看到你们收集蛮多古董家具，是，而且有一些小的角落很精心的装点。真的每个不同年龄层啊、不同兴趣喜好人来到这边，好像都可以找到自己一个很舒适的角落，然后坐下来，心里面静一静下来。内湾人用客家美食来讲出自己的文化故事，但是我还是要说，三明治、肉鸡酱、冻干味。